续来看婚林观农会伫四湖乡举办着净滩的活动，希望促进着民众做伙来守护海洋，嘛落实着永续环境的理念。 大人囡仔同齐来捡海岸垃圾，嘛将垃圾做回收，为着响应永续环境的理念，婚林观农会和婚林观环保局合作，同齐举办摒扫海沙堡的活动。这个活动不错啦，就尤其带一些小孩子哈，让他们知道环保卫生哈，还有一些垃圾分类的那个重要性。目前都有21间民间企业做伙来共同守护。 这一边的活动嘛是希望带民众同齐来明白婚林的海岸线，要来做好垃圾袂污白淡的目标。那这么长的航线需要有一些民间企业团体来共同来协力来支持。透过农会和政府企业的合作，唔能让民众更加了解海岸的生态状况，嘛同齐守护这一块美丽的土地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